大家好，又係我房哥。房哥呢一集呢，又嚟同各位朋友仔劈價啦。博愛七路邊遠洋新天地呢個項目呢，而家開始加推23棟，精裝修送埋3000蚊嘅裝修標準，單價先11,000蚊起啊！直接劈佢50萬一套嘅優惠，呢個夠唔夠驚喜？呢個位置嘅配套呢係非常之好嘅，門口呢仲有我哋國際機場嘅候機樓啦，半個鐘呢可以去到珠海、廣州、深圳嘅國際機場都係冇問題嘅。呢度我哋博愛路直情向我哋西邊行嘅話呢，就要去到遠洋廣場嗰度呢，有博覽中心，又可以返到我哋香港嘅直通巴士啦。仲有可以返到深圳嘅直通巴士都係冇問題嘅，而且呢，仲有一個非常大型嘅購物商場，就係遠洋城啦。我哋呢個小區呢，10分鐘嘅時間可以去到中山3大最大型嘅商場嘅富日城啦，仲有 Coco City、生武會員店啦、利和廣場啦。呢啲全部都係10分鐘時間咧都可以去到噶啦。跟住咧，醫院方面咧，博愛醫院咧就係旁邊啦，仲有開發區醫院、人民醫院咧都係唔遠嘅，15分鐘時間咧都可以去到，可以望到咧呢邊嘅臨街嘅商鋪咧，全部已經運營招商喺度營業緊啦，喺度買餸茶飲啦，仲有髮型屋啦、藥店啦，全部都係有埋噶啦。大家唔需要擔心周邊嘅配套問題。呢度咧，除咗學區稍為差咗少少，其他都唔係問題嚟嘅。呢邊嘅交通網咧係相當之發達嘅。呢度去到我哋嘅深中通道20零分鐘，去到中山港嘅碼頭又係20零分鐘，所以講咧，交通網喺呢度嚟講咧係非常之好嘅，因為咧去到深圳嘅博愛出路咧有接通口噶啦，大家入到呢個小區咧就可以望到咧成個小區嘅門庭，仲有佢嘅水景係非常之有意境嘅，環境咧十分之靚嘅，成個小區咧分為2期嚟開發嘅。大家可以睇下成個小區嘅視景圖啊，非常之大氣嘅，好大嘅嚇。成個小區嘅平面圖都喺呢度啦嚇。而家咧，我哋會睇嘅咧就係小區嘅23棟啦，喺度賣緊嘅23棟嘅加推嘅戶型咧，就係90方嘅3房同埋117方嘅4房單位。可以望到嚇，成個小區個樓間距咧算係非常之好噶啦，大家可以睇下啲綠化，仲有小區嘅圍立面都係非常之襟舊嘅。遠洋咧基本上嚇所有嘅外牆咧都係統一嘅，每一棵樹啊都係經過精心去設計㗎。可以睇到啦，呢啲咧全部已經交晒樓噶咯，係現樓啊！加埋咧，我哋加推嘅23棟咧，都係現樓嚟嘅。大家可以睇到咧，今日唔係禮拜，但係咧嚟睇樓嗰啲 fans 啊，係非常之多嘅。我就非常中意呢種小區咯。1夠闊落，2綠化夠好，3小區嘅物業管理咧非常之有作為。大家可想而知啦，呢個樓盤咧喺中山嚟講啊。我相信唔理係深圳又好，本地人又好，呢個小區大家都非常之清楚嘅。從2018年到而家，佢個價錢咧從1萬蚊起步，最高去到23000甚至24000，再回翻到而家11,000蚊嘅價錢。而家咧就係呢個地段真正嘅價值啦。11,000蚊咧，你又唔使驚買貴。又唔使驚咧，以後冇流通，呢個地段根本唔怕未來嘅流通性。呢個咧就係小區嘅中庭位置，
即係游泳池嚟㗎嚇。其實小區個泳池咧係非常之舒適啊，又夠大。呢邊咧就係大人玩嘅，呢邊係細路仔玩嘅，設計到咧非常之好嘅。呢一棟咧就係大平層嘅單位嚟㗎，200幾方嘅。如果中意大平層嘅單位咧，呢個咧就可以揀㗎啦，係現樓嚟嘅。房哥今日咧帶大家去睇嘅咧係我哋23棟嘅新家推嘅嗰啲剛需嘅單位，過嚟養老啊、度假呢種就夠㗎啦。千祈咧冇必要買太大嗰啲，因為咧未來嘅流通咧又係問題嚟嘅。我哋而家買樓無非咧都係為咗過嚟養老，環境好少少，空氣好少少，跟住咧商業同埋醫療咧都係 OK 嘅，呢種咧就係首選嚟噶啦。屋苑唔需要太大，夠住就 OK。第三咧，周邊嘅環境同埋呢個小區嘅人氣咧一定要足。如果呢啲地方冇人氣嘅話，冷冷清清嘅話，真係唔舒服嘅。呢個咧就係小區每一個地方嘅中庭，佢設計得非常之好嘅，階梯式嘅，我就比較中意呢種小區咯，比較有意境啲咯。可以睇到啦，佢呢個庭院式嘅下沉式嘅呢個設計咧係非常之新穎嘅，佢唔同其他啲小區咯，死氣沉沉咁咯。再翻嚟睇到我哋呢邊小區再入邊嘅配置啦，大家可以睇到啦，我哋粗略可以望到咧，呢啲樹木啊，全部咧都有身份證嘅，係每一棵樹都有身份證㗎嚇。而且咧，小區嘅果樹係比較多嘅喎。呢啲樹木咧，全部都係嗰啲大型嘅樹木嚟嘅，唔係嗰啲好似其他小區嗰啲咧種嗰啲細掹掹嗰啲樹木，唔係嘅，全部都係大樹嚟嘅。可以睇到佢嘅人車分流嘅設計咧係非常之好㗎嚇。呢度咧都未到小區嘅一半啊，我哋行咧係慢慢去行佢，可以睇到嚇。呢個地面係咪好乾淨咧？所有嘅綠化修整咧係咪比較整齊咧？呢邊呢啲咧全部已經交晒樓啦，大家可以睇到呢啲入住率咧係非常之高嘅。呢啲小區大家可以想而知啦，3年前買入嚟嘅全部係2萬以上嘅價錢。呢邊嘅人員素質咧係比較高嘅。其實咧呢度個疫情未嚟之前咧，呢度就係一個標準嘅富人區嚟嘅，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啦。呢度嘅人員嘅素質問題啦，大家過嚟養老咧，我相信呢種屋苑咧係比較推薦嘅。上個月房哥都嚟拍攝過呢個小區，應該大家有睇過房哥嘅影片咧，都有知道上一個月咧房哥有嚟影過嘅。環境可以睇到咧，呢啲啊全部係每年嘅4季俾到你嘅情緒價值都唔同嘅。呢個小區你睇到每一棟樓，佢1樓啊都係呢啲公共嘅設施嚟嘅，全部老人啊同埋細路哥啊都可以喺1樓喺度玩嘅。佢唔同其他嘅小區咯，1樓咧都係房，或者咧1樓咧係做埋嗰啲私密嘅用途。呢度唔係嘅，全部係開放式嘅。小區可以望到啦，每一棟嘅1樓咧基本上都係公共嘅設施嚟㗎嚇。呢啲堆坡式嘅綠化設計咧係非常之靚㗎啦。你一定要嚟感受呢個小區嘅環境，感受呢個小區俾你1年365日唔同嘅景色，可以望到每一棵樹、每一種植物佢嘅生命帶嚟嘅呢種感覺係唔同嘅。堆坡式嘅設計咧係非常之新穎㗎啦。後邊咧全部係睇山景㗎啦。其實成個中山嚟講啊，呢種物業咧而家咧越嚟越少啦。呢種環境嘅屋苑咧又越嚟越少啦。佢唔同嗰啲偏遠郊區啲小區咁啊，周邊冇配套嘅。呢度咧真係你想要嘅配套，10分鐘之內咧全部都可以幫你安排晒啦。衣食住行交通醫療全部都可以搞掂，
一啲問題都冇。成個小區分為2期，一期全部交晒樓，二期咧呢邊就係啦。我哋而家咧好快就行到我哋嘅示範單位啦，可以睇到未？呢個小區呢個綠化我真係重複講咗好多次啦，真係靚，好似逛公園咁。如果我唔講你聽，呢個係個小區嘅話，你睇到呢個直情就係公園式嘅，可以睇到未？每一個區域咧都有一個中庭嘅位置，成間屋苑嘅樓間距咧全部拉開埋，好似圍合式咁嘅。呢種設計真係 very good 嘅。呢個開發商咧仲攞咗2個金獎添啊！雖然佢戶型嘅得房率咧比唔上而家嗰啲第4代嗰啲住宅，但係佢俾足你所有好嘅裝修去彌補呢個面積嘅遺憾。其實呢個都 OK 嘅。呢套房你買翻嚟，直情就係買啲家私就可以入住啦。呢個咪 OK 咯，係咪？呢個就係23棟啦。成個小區剩低嘅最後一棟加推嘅啦，2梯4戶，前面呢2戶咧係90方嘅，後邊2戶咧係117方嘅。而家加推咧就呢2棟啦嚇。我哋嘅樣品間咧陣間帶大家一齊去睇埋。而家咧我哋睇嘅就係呢棟嘅位置，前面咧正南向，呢邊咧北向望山景，樓間距大概就係45米左右。話闊咧唔係好闊，窄咧又唔窄。周邊嘅視野可以望兩邊，都非常之開闊嘅。睇到啦，呢個門庭門口咁大棵嘅羅漢松，廣東人話㗎，家有羅漢松，永世唔憂窮。呢個咧一定係標配嚟嘅。小區嘅大堂，呢一棟屋苑嘅大堂係咪好舒適咧？好似酒店式咁嘅。呢度有朋友過嚟係咪？呢度等下。哇！呢個小區呢個大堂南北通透嘅，舒適度冇得講啦，通透度冇得講啦。跟住個鏡頭，千祈冇眨眼，現場睇埋90方加推嘅新加推90方就係呢個戶型啦。呢度係你嘅鞋櫃嘅私人空間，再睇埋入戶嘅大門交樓標準嚟嘅，指紋鎖交樓標準。呢個咧就係奶油風嚟噶啦，撐合一體噶啦。呢個騎樓咧就係南向，騎樓咧設計咧幫你打通噶啦，佢通透性咧會更加好。望園區嘅可以睇到咧，呢個一體式嘅撐合一體咧，睇起身就非常之闊落啦，仲做咗一個中島台添。可以睇到咧，呢個廚房嘅空間咧係十分之充足嘅。呢啲係中國品牌方太嘅3件套啦，同埋呢啲所有睇到嘅都係送俾你嘅交樓標準嚟嘅。大家可以睇到咧，中央空調咧係標配嘅啦。呢間屋苑咧90方3房2廳1個衛生間，呢度咧做埋你嘅私人嘅娛樂空間。呢個咧就係廁所嚟嘅，廁所咧做咗3層嘅乾濕分離嘅。如果屋企人口少嘅咧，就好似呢間樣品間咁樣去設計，將呢間房咧做埋你嘅衣帽間咧，就十分之靚噶啦。如果屋企人口多嘅咧，可以做翻房間都冇問題嘅。遺憾係乜嘢咧？呢間屋苑90方得1個廁所係最大嘅遺憾。呢個位置係一個大飄窗嚟嘅，發展商咧幫你打埋佢，幫你裝修好，客間嘅空間咧就更加闊啦。可以睇到嘅景觀係冇任何問題噶嚇。呢間房間啊，其實咧闊落度係夠噶嚇，總價好平噶喎，100萬出頭就搞掂啦，單價11000蚊。提前約我咧，有好多樓層可以揀，因為而家啱啱加推嘛。再跟個鏡頭睇下107方嗰隻戶型先，107方呢個屋已經設計得非常之靚。呢個位置做翻鞋櫃 OK。再嚟睇埋你屋苑嘅入戶大門，雙開門嘅大門
係入戶嘅標準嘅配套。再睇埋呢個智能嘅門鎖同埋呢個門都係交樓嘅標準，入門嘅鞋櫃都係交樓嘅標準。呢間屋苑咧係雙騎樓設計，南北通透嘅。睇下北邊嘅騎樓，北邊騎樓咧佢個景觀係無敵嘅。呢個視野景觀咧真係100年之後都唔會有任何嘅改變，景觀視野係無敵嘅。過嚟睇埋呢個客廳嘅開間咧係3.8米嘅，呢啲中央空調咧全部係交樓嘅標準嚟嘅，3000蚊嘅交樓標準唔係講笑嘅。再嚟睇埋餐廳位置咧，10個人同時食飯都唔成問題。呢個廚房真係大到非常之離譜啊！107方啫喎，呢個面積係一啲問題都冇嘅。南邊嘅陽台咧，呢個咧就有少少遮擋啦。望呢邊咧就係實地嘅景湖城呢個小區啦。視野景觀方面就差少少嚇，但係價錢夠平咧。3房2廳2個衞生間嘅，呢個係客廁，設計得非常之通透。呢間房咧就送一半嘅面積，呢一半咧係唔計面積嘅。呢一間房就係最細嘅房間，朝南向，都係好舒適，睇埋嘅主人房添。主人房嘅洗手間咧就唔係好大，但係都夠用。飄窗位咧全部幫你揼埋啦，向陽嘅採光係冇問題㗎嚇。呢間屋苑咧而家咧120萬加少少咧就可以攞低啦，真係首期咧只需要10零萬就搞掂㗎啦。107方，實用率咧係冇問題嘅。雙騎樓南北通透，加推嘅23棟咧2個屋苑咧全部都帶各位朋友仔體驗啦。其實咧係加推係2梯4戶嘅，2個90方，一個107方，仲有一個114方嘅。114方同埋107方咧戶型係一模一樣嘅，只係114方多一間房變成4房啫。戶型嚟講係冇任何問題，都係南北通透雙騎樓嘅。如果近期或者年前想揾間現樓嘅屋苑，又想平啲嘅，你嗱聲約房哥過嚟劈價啦！房哥喺中山等各位朋友仔嚟安排。